为推广台南观光，台南市新住民旗袍协会自创会理事长魏山元年来，就认定拍摄台南观光推广影片，但拄着疫情一直无法度执行。有鉴近来疫情趋缓，今年伫第2任理事长叶珍芬，甲现任理事长马金丁人推动，历经3任理事长共同努力之下，终于完成了这支旗袍美女带你游台南的影片。在我们创会以来，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希望能够借由新住民的角度，推出一支由新住民来看台南不同的景点的观光影片。今天在我们3位理事长前后3位理事长的大力推动之下，终于顺利的完成了。今天我们的影片终于完成了，也介绍了台南的美景，跟所谓台南的古东刚好结合在一起，跟我们的旗袍，所以希望这支影片得到大家的赞赏，也多多来台南玩。市长黄伟特也献身在这支影片当中，感谢新住民朋友对着台南的付出。新住民朋友们已经成为我国的第5大族群，为台南、为台湾带来多元精彩的文化以及满满的活力。其中中国大陆及配偶族群，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，也深深融入并且爱上台南这座美丽的城市，将透过影片传达台南之美、文化之韵，让新住民带领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台南。协会表示，这部影片展现了台南市的美丽景色甲旗袍文化独特吸引力，也代表新住民姊妹对台南这块土地的爱。因走访了真侪台南的历史古迹，也记录了真侪传统文化甲美食，希望会当吸引更多人来到台南。记者张锡维采访报道。